投影片，你看投影片，投影片搜寻，投影片搜寻啊，投影片搜寻，在云端硬碟搜寻，在云端硬碟里面搜寻简报，可以找到 PPT 投影片档案，哦，几百项哟。那这怎么来的？注意看哦，到上页去找，有没有看到？进入以后，左上角3条线有没有？搜寻栏在云端硬碟中搜寻这个位置，点按一下，然后选那个向左推，选简报有没有？哦，就可以找到了。